线上的朋友，我问你们所有人一件事，问你一件代志，可以让我发问的，会使阿斌问的，打可以。可以让凯宾发问的，帮我打可以2个字啦，录下，拢免考虑啦。同世杰大哥讲叫伊去火车站分较轻松。靠腰啦，世杰哥。世杰哥，你唔是天风的铁粉吗？你叫伊分1分5呢，1块看10块哦。魏鸿讲起来算定讲叫伊去试试会较紧啦。洪哥，无安尼啦。洪哥卖较晚咱会找魏鸿食饭啊。系啊，因为魏鸿他都有经过阮中华，嘛有来找阮啦。来讲阿瞎子。系啦，讲真诶啦，算定朋友来到遮，因为我今日拄好我爱做直播，对阿边做所以我无迄个时间哦。去陪魏鸿。然后来交代魏鸿，我感觉讲安尼没有尽到地主之谊。对。哎呀，刚刚做歹势。所以等咧。来较晚阮再来找魏鸿安尼啊。所有线上朋友，我可以问你们一个问题吗？会使问你一件代志无？可以帮我刷可以2个字啊？可以的，先刷可以2个字，录下。会使互我问一个问题无？就一个问题了，就一个问题。来，正英哥晚上好。来，正英哥你好。好啦，上缘头你是天风的铁粉，你就去看天风的台就会使啊。系啊，无要紧啊。可以的，我无勉强。没有勉强。嘿，因为每一个人喜欢的角色不一样，说不定你会觉得，魏鸿很帅，你很喜欢魏鸿也是很好。没错。有的人喜欢天风，就看伊爱装痟乱，那嘛足欢喜的。对。就当做一种娱乐效果。没有错。有的人就介意食屎的，为什么伊就介意看伊食屎？没错。有的人就介意看我，为什么？讲话就足无逻辑，那白痴安尼，就来看我直播安尼啊。敢食海的。卖物件笑笑，当时就拢撒咧乌白白啊，拖咧讲无动的。卖讲。有时候就是这样啊。没有错。嘿啦，有的人喜欢，每一个人喜欢的风格不一样啊。无同款。嘿啦，安尼有了解无？来，那个可以聊细直角头吗？比较有话题。咱讲真的啊，那个金爽叶大哥吼，嘿啦，我知影你是好意啦。讲开讲这个细致的角头啦，是这个角头。但是我小弟我要报告一下吼，唔是我唔是规工18演讲，咱去管别人咧创啥，你知无？无错。嘿啊，因为你像你咧上班的时阵啦，那个大哥，你像有无？你咧直播的咩啊？你若会知影咧上班的时阵啦，他当然迄个叫啥物？金爽叶大哥嘛。金爽叶大哥，你会知影若有咧做工课，还是咧做事业，还是咧上班的时阵，你会去管那个 7的店员被人家打吗？就是没有办法，因为我有我的工作要做。没错。咱若要管好了，我讲真，我管袂了啦，无法度啦。你即摆当作拢海边，拢真正咧住海边的。我不是管那个海边的，你听我讲的意思。胖鹦鹉不错呀。谢谢。嘛袂歹啦。爱你。就是胖鹦鹉的人有一个缺点啦。有一个缺点。伊嘛是有一个缺点。有。每一个人都有缺点，他的缺点就是太鸡掰，而且太胖了。干你娘的鸡掰！冲啊小啦！我甲你拖船弄啊！无，咱问小帮手，有足鸡掰。袂使。有吼，来有足鸡掰吼，有吼，嘿啊，足鸡掰，真足鸡掰。无，你看在场倒一个替你讲话嘛。我们要问现场的客人，我们不能以小帮手为主。这2个拢你的呢，对不？是不是？这2个都是你的呢。然后线上的朋友，线上朋友，我知啦，无啦，跟你猛讲生笑，猛打比赛，大家就是安尼，徛在线顶，趣味，久无看直播，咱就爱咩啊？久无看到我咧做直播啦，徛在线顶看我直播，咱就是大家熟悉一下安尼，没错，趣味一下就好啊，不要往心里去，好不好？那个谁？金爽叶大哥，无就是大家猛开讲啊，欢喜安尼啦。心实济就好啦。有一个问题要甲恁请教一下。要甲恁一个问题甲恁请教。你们有想要知道我今天的标题？有想要知道吗？有人要知影讲今日凯宾落这个标题是落到安怎？你有想要知影讲内底其中的秘密无？有人会想要知影我的标题哦。有人想要知影无？系线上不管是我们本来的粉丝也好，还是酸民也好，酸民大哥，各位所有酸民的前辈们，小弟今天如果有做生意，高抬贵手，莫甲阮乱，因为我讲真诶，我虽然讲
甲天风逼来中华，叫伊去做工课。但是我讲真诶，我讲有够做有够，我没有让我答应你们所有酸民的一件事，好不好？好，一件代志分得清楚。无错。咱今日就是笑捌的问题尔。对。哦，啊，过来，因为照这个势，因为笑捌老法度互伊一个工课做了稳定，毋是伫阮公司啦。哦，伫外口做了稳定，啊，迄嘛是伊的收获。我相信线顶的朋友是安尼互相鼓励嘛，介意安尼啦。对。嘿啦，啊，就是讲真诶啦。我等下若有咧卖物件做生意，手势给我压管，好不好？酸民朋友，谢谢大家啦。啊，我今天这个标题哦，我说真的啦，我会打这个标题哦，我真的是很无奈啊。无奈啦。酸的朋友，讲真诶，我做甲足无奈啦。为什么我拍这个标题，我会感觉足无奈？坦白说啦，这几天哦，在这两三天，我遇到一些事情。一寡代志。真的啊，你们想象哦，你把一个朋友，甲一个朋友，用心肝，甲交陪一个朋友啦，破腹来杀气。你像讲哦，我今日假如大家过去拢知影嘛，哦，假如讲我胡凯斌过去讲要挺向，哦，我讲哦，我捌甲恁讲过我的故事嘛，有跟你们讲过嘛，我的故事嘛。好啊，我今天如果一言既出，我说我要挺谁，结果去用跋别啦，去用跋太空啊。假如讲我讲要挺老邱啦，哦，唔是啊，应该讲安尼比喻好啊。老邱讲要挺我，凯宾我挺你，哦，伊要挺我，结果讲的了后啊，老邱你毋是讲要甲我挺吗？无啦，无这代志。系啊，就系啊，你就知影。唔爱甲你插安尼喎。就最近资金较困难啦。系啊，感觉足歹，你知哦？系啊，啊当然，我即摆咧讲的问题，毋是钱啊，不是钱的问题，跟钱没有关系啊。这个是比喻的，比喻而已啊，跟钱没有关系。跟钱是无关系啦。嘿，啊，我讲真诶，有当时啊，应该是你有咧看直播啦。你有咧看？啊，我在线上直接呼吁你啊，直接甲你讲。哦。有当时啊，大家互相孤等啊，大家互相是长久的事情，长久啦，没错。哦啊，讲真的啦，说真的，没刚刚你有资源，不是你有资源，对，因为我是觉得说大家可以一起共输，哦，更好啦，好，还可以再更好，更好啦，没错。啊，我会觉得说，如果说，哎呀，如果没办法就没办法了，那无法度，咱就既然就无法度，咱就是。你走你的路，我走我的桥。嘿啊，迄猪大哦，莫来我遮拍这种广告。嘿啊，你迄防身电击棒来我遮线顶卖吼，叫人加你的赖吼。咱讲真诶啦，有当时啊，被诈骗。嘿啊，莫安尼共骗啦。有嘿啦，有迄种按摩棒，迄可能较有需求。颗粒的。嘿啦，因为阮这线顶的人，有的人歹势伫线顶买啦。哦，歹势，来呀，上去。哎呀，拜拜啦哈，弟大拜拜啦。哎呀，我相信你有在看直播啦。哎呀，我是尊重，还是尊重？我是尊重你，唔是我无法度。唔是阮无法度。哎，唔是我无法度。安尼你有了解无？嘿，袂使看阮噗噗啊。我的人哦，较秀情啦。较秀情。嘿，因为啊，我再跟你们讲一件事哦。跟人报告一件代志。我一个厂商啦，叫做。手机的啦，手机啊。前几天有一个厂商是那个行动电源的，没错。哦，那个 iPhone 线的厂商啊，是的。哦，线顶朋友应该无讲这么陌生的呀，大家应该都知道。这一个厂商，这个厂商，我跟他说，你帮我介绍更多的人脉哦，别的厂商给我，我拜托你，你知哦？拜托。我讲哦。假如讲你若法度帮我介绍矿泉水的厂商，矿泉水的厂商，哦啊，这个矿泉水一罐啊20块，20块，没关系，一罐你就赚5块，一罐就赚5块。我是这样，我在做事情就这样，无要紧啊，大家遐会孤单。等于过手赚无要紧，对，互你赚一束啦。大家拖白讲，拢拖白讲，讲个清楚。该当偌济互你。啊，这个人有哦，伊就就帮我要紧做这代志的，最要紧的啊，我就很感恩啦。啊，这个就一起就会强大。没错。哦，因为现在是一个团结的时代。没有错。哦，现在不是说一个人
一个人做直播啊，来我跟你讲啊，这摆拢互相加油的啦。这个叫做什么团体战？哎呀，这摆拢单打团体战。独斗不行的哦。义薄云天，浩然正气，小弟也唔敢安尼讲。哦，我无哦，但是我讲真诶，那是关公啊。迄是关公，但是那个金爽叶大哥嘛，感谢你看我的气啊，谢谢你啊。感谢啊！哦，刷电朋友来，所有人帮我刷3个字，晚上好，全部录起来，好不好？来，所有的人，麻烦亲戚朋友刷点的，坐坐时段。好，晚上好，我录下。为什么要叫恁录晚上好？我等下给恁解说。赶紧报告一下。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人，有相信我的，相信改变的人，全部刷晚上好3个字。来录下。晚上好3个字，麦克录，麦克怀疑啊，直接给录下。来，陈斌大哥讲要北中南2486大串联。哦，迄、个无要紧啊，陈斌哥，你讲我2486，所以我要串联整个北中南的2486。陈斌大哥，我就问你吼，我问你一句话吼，就问你一句话，小弟啊，规身躯起来，规个气质，互你感觉成2486无要紧，你连侮辱我也无要紧。没有关系。但是你侮辱我身躯边的朋友，讲我要串联我所有的朋友2486，你是什么意思？对。你讲安尼，你无，你讲我2486无要紧，我互你侮辱无要紧嘛。哎呀，我就布伫台面嘛，你看我袂起，正常啦。哎呀，正常啊。可能你收入一个月几千万、几百万啦，有可能啊。也是几啊十亿。哦，可能你看我袂起正常，但是你唔免讲话安尼，你知无？没错。好，我今天开直播上来，我叫大家刷的是晚上好。晚上好。哦，我从头到尾我还没有说什么。骂什么脏话？我有干你妈、干你娘吗？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我有靠你的背吗？没有，也没有吧？没有。那你一进来就直接说什么2486大串联，我觉得你很不尊重我呢。你是介无尊重，对不？我朋友是谁哦？我觉得你既然觉得我身边的朋友都是2486，我跟你讲，你唔免问，你会惊啦。你会惊？啊，有人讲我大腿那无来包哦，我跟你讲。那个酸敏在问我说：“我的大腿为什么没内包？”我连这个还要解释吗？我二要安怎车，我敢就甲恁解说。爱人报告吧，对无？大腿的内包算啥？迄也是上痛的所在啊。是啊。这里是最痛的地方吗？也不是啊。我需要跟你们报告吗？要报告吗？哪里最痛？哪里最痛？这上痛啊！这上痛啦。你小接接啊！哦，啊，你的脚会水哦。膝盖后边才上痛啊！你脚会水哦。膝盖的后面最痛啦！我没有无视你啊，你好努力好啊！哎呀，无啊，大家拢讲晚上好，为什么要叫恁拍晚上好？因为有的是拄加入的朋友，你若拍晚上好，我还念到你的名，你对我的直播台都加深印象。没有错，我对你这个人哦，我就认识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你像咱这个晋南哥有无？嘛起来就替咱站下讲哦，尊重别人好吗？对吧？谢谢你，金南哥。晋南哥，感谢啦。感谢你。哎呀。请问一下，就是酸民朱进龙，因为你的头贴是天风因过身去的阿爸，所以我认定你是酸民。没错，因为人讲死者为大，死者为大，你连一个死人的相片，你就甲藏在大头贴。你连一个亡者的相片，你甲藏在你的大头贴。安尼你甲我讲你的格调有偌悬，我唔相信。安尼我嘛唔。你甲我讲你唔是酸民吗？我跟你据理力争啊，我无咧甲你讲。一寡干话，我嘛无咧甲你靠背靠母，我嘛无咧甲你教。啊，我甲你讲重点，你今天拿一个王者的照片来消遣一个死去的人，你觉得你这样叫做正气？这样叫做不是酸民吗？你自己讲，自己回答。来，各位朋友，你们评论一下。评论一下。哦。反正不是铁粉就是酸民，没有，我没有这种想法。没有这种想法。来，你像那思养大哥，这摆礼拜拍晚上好3哩，我第一个看到一拍。第一次见面。哦，我第一次看到他，可是我就觉得说，这样我会认为他是酸民吗？不会啊。不会啊。哦，不会有这种想法啦。没错。嘿啦，啊，为什么哦？后边无有人讲大腿就无内包啦，甲恁报告一下。报告一下。哦。有想要知道吗？这个是我的事情啊！你们想知道，我告诉给你们听啊。这是私人代志，要讲给恁听，有人想要听无？伊讲后边死大箍，唔免附送啊！伊叫你死大箍啊！你看，你入摆人的台，唔是讲啥，就是骂人死大箍。哎呀，
虽然是真正死大箍、足大箍的无。对啊，你阿妈你甲我讲。对啊，毋是真正足大箍的，你讲人叫伊死大箍啊啦。但是我袂死的，你会使叫我大箍，但是你袂使叫我去死，你听有啊？来佚佗人你好啦，你好，哎，永安哥你好，来大家晚上好啊，坤夫哥你好，大家晚上好，来品竹啦，品竹你好，你好，来很多新朋友，好来小齐你好，你好，侯小齐呀，来那个博伟哥你好，来连请你好，连请你好啦，无咱就开始你好，看卖我有1000人好不好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来继续你好，甲1000人啊。来那个吴家辉大哥你好，你好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大家晚上好，哎，感谢大家无弃盐入来看我的直播，真正，真正感谢。谢谢你们。哎啦，甘万水大哥讲我是酸民，无要紧啦。哎呀，不管你是酸民还是铁粉拢好，你来看直播，讲真的，你有甲我尊重，我嘛会甲你尊重，就是安尼尔。我不会说你是酸民，你进来就直接封锁，我不会做这种事。但是你入来，你虽然是酸民，入来就讲晚上好，我嘛是甲你讲晚上好啊。我甲你讲一声晚上好，那又怎么了？你请安东尼，他也是酸民，他叫我胖虎嘛。我说你好，安东尼大哥，这个我接受啊。安东尼嘛是酸民嘛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是把格局做大，不是做小。无唔对啦，黄是尊重。志忠哥你好啦。你好 VICKY 姐姐，好久不见呢。你干嘛来啊？咱咧 Vicky 姐是足久无看阮的直播啊。这久无来啊。足久无看阮的直播啊。好久不见。Vicky 姐你好啊，还是你拢潜水？来，赖皮哥嘛足久啊。琪琪你好。这个很多朋友都是旧朋友啦，很久没有看到了啦。哎呀，那个天风改变了，可以回来你的团队吗？这不是甲恁报告过啊吗？有人搁咧问这种问题。系啊。有人咧问讲天风若改变啦，敢有法度转来我的团队？咱讲真诶啦，咱嘛莫讲哦，咱也莫讲遮个话，今日拢去甲遮个话伫遐一直伫遐说啦，规工就伫遐说遮个话啦。底下咧执着。我只是讲一个重点啦。重点一个尔。他改变了吗？他改变了吗？还没吧。对啊。嘿啊，对吧？改变了。来那个贸易哥你好啦。贸易哥你好。好啦，跟你们讲一下啦，为什么这里没有刺哦？内包的部分为什么没有刺？大你安人看无啦。为什么内包无刺？我刚刚大家拢总爱讲这个是艺术，这是艺术哦，艺术而已。为什么内包的部分没有刺？跟各位朋友报告一下。甲恁报告一下。比要为卡车片直接拖。直接拖来，拖满啊。为卡车片直接拖来，所以直接拖。伊这就是无共款的工艺。对。因为跟前面的工艺是土是不一样的。咱就是做一个衔接。每一个身躯的部分，伊的度、伊的主度是拢无共，主题拢无共。我这后壁规个主题就是拢一系列，就是一系列。甲大腿安尼啦。对。嘿啦。甲恁报告一下。来，天风就是2486，超适合这个团队。谢谢啦。感谢。谢谢你的指教啦。歹势啊，可能就是小弟啊做人失败啦，所以你认定我安尼啦。但是没有关系啦。你们一直批评的同时，我们知道怎么进步就好。没有错。安尼就好啊。来，启明哥你好，启明哥你好。来，所有朋友，今天下午有看到我 po 了一张照片，超级高档的紫金洞，有看到的朋友刷+6。来，有看到的刷+6。迄个啥？小帮手。是你。来，我给你等嘞。有看到的朋友全部帮我刷+6。来，有看到刷+6。约翰哥你好啦。约翰哥你好。来，你可以叫天风带鲁鲁一起去探险吗？人数应该会破5000。这一大帅哥，人数5000要安怎？关我什么代志？没错。我觉得没重点啦。无重点啊。无重点。人数搁1万人。嘛是无重点啊。人数若1万人全部拢选民，搁安怎？无效，你知无？无效啊。对无？